全台湾37名死刑犯主张死刑剥削人性尊严、侵害生命权，而且违反比例原则，写成释宪。今仔日宪法法庭召开言辞辩论，法务部表示讲，这国内审判是真严谨，肯认死刑制度，主张是下限。不过，声称方认为讲，任何人拢无杀死别人权利，主张用替代方案来取代死刑。 这还是要为死囚请命吗？这时候准备怎么样应战吗？法务部官员几60个律师大阵出现，因为全台湾37个死刑犯声称释宪，主张死刑剥夺人性的尊严、侵害生命权、违反比例原则。双方伫宪法法庭直接对峙，大法官有3个人回避审理，包含尤碧祥、蔡景敦、蔡彩晶，由12个大法官决定死刑释宪结果。 如果刑法是以受罚者的行为连结，正是这种自我行为的刑法责任承担，显示出国家基于保障人性尊严，给予个人自主性以及自我决定、自我负责的尊重。法律不许被害人报复，宪法也不该容许政府以应报之名行报复之实。请不要将死刑冒充被害人的赔偿。 关键一大争议点，死刑做法定刑，敢有违反宪法？申请方是主张死刑的合作效果无法度确认，残酷应付才是真正目的。不过人人平等，任何人都无高权会当杀死别人。法务部表示，宪政特殊肯认死刑制度，生命权保障并不是绝对。搁再讲，咱国的审判真严，搁有特别天数来保障。 今天申请人方可能会说，不要用死刑，可以用终身监禁的方式来替代死刑。那终身监禁这件事情，下次会不会变成又申请违宪，说这个是酷刑，说这个是比死刑更不合人道的残虐的刑罚？多年来，所谓的多数反对废死是过于简单的说法，因为这种民调都是在问一个不存在的假问题：人民接受无条件的废死吗？但是我们今天在宪法上问的是，是否存在替代死刑的措施？ 死刑是不是构成酷刑？申请方持肯定的立场，认为应该找出替代死刑措施，将结以步制步。法务部是主张当面以议事共识，有合理适合的替代方案，才当检讨死刑的准废。双方一句来一句去，大法官嘛提出问题。大法官呢、曾经很明白的跟民意不同而做出同性婚的解释。 通奸除罪的解释，为什么法务部在死刑这个案例上一直诉诸民意？希望宪法法庭要让步。那对法务部提问，大法官嘛向申请方问问题，亲像电子的质问随机杀人案，伫罪证确认无误判的情况下，敢认为死刑无违宪？双方伫法庭论战几工，对死刑的准废激烈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